风台要来咯，宜兰县的风景区拢会准备营业。同晚节按算暗时6点就要开始封园。太平山中昼12点开始嘛先休困咯。鼓山岛嘛休困2日。另外，林业署嘛成立应变中心准备要来处理风台过了的水流查，所以嘛呼吁民众陆上风台警报发布了后，就唔通搁去海边去水流查咯。 宜兰东湾节的装置艺术史努比亚起甲放掉，因应涌流风台内，宜兰县的各风景区启动风台装置。东湾节暗算12暗时6点已经成封园。那早上我们就针对这个史努比亚那进行消气就是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来进行相关的一个防台作业。 鼓山岛今仔日明在2天封岛，但是早起嘛是要看海岸的船出船。另外，太平山园区中昼12点开始休园，景点风景区营业风台要来拢在准备。你若无甲绑起来，没有把它绑紧的话，台风来的话压掉，雨水也搁压落去，迄稻草就会较紧熬。农民同款无用在风台，因为三星的葱仔灯是采收期，爱较紧来加固设施，避免用来铺田仔田的稻草，和风台是扣一个后气。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成嘛到园仔寮抽水站视察风台整备。刚在新闻会议的部分也特别要求各局处不能松懈，该做的准备我们还是要做准备。 另外，逐摆风灾过后，宜兰的海岸线拢会规个拢是大水查，林业署下单位来成立应变中心，希望在后用上紧的速度监督海岸的大水查，嘛呼吁民众陆上的风台警报发布了后，都袂当到海岸线扣这大水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